再来看国军7月开始伫屏东进行操演，嘛声未少的军事迷到现场。早起成功操演，嘛发射几啊粒的车真防空飞弹，展现国军的实力。飞弹向天顶射去，现场翕相的声音不断，记录精彩的画面。国军7月开始连续几天，伫屏东东南区分别进行神经、雷霆等操演，吸引真侪军事迷到现场。这摆操演会验证果实弹药射击的效果。车载神经操演伫透早8点45分左右，成功射击刺针防空飞弹，场面震撼。虽然现场的天气无介好，国军也是伫山坡集合继续操演。国军表示，车载射的拢是刺针防空飞弹。军事专家就表示，刺针防空飞弹对陆军基站、野战防空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陆军这个战斗区呢，他们可能是用副抽者飞弹发射车。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副抽者飞弹提供野战防空能力的话呢，就必须由单兵携带式的这种所谓刺针防空飞弹去做一个掩护。因为新政府后个月就要就任，部分的人事烦恼，国军这个时阵做例行的操演，恐惊会牵动两岸紧张的关系。对此，军事专家无认同，因为刺针防空飞弹是防御性、属自我防卫的武器，而且射程单有5里，认为无需要过度的烦恼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屏东报道。